这个消息要来关心，半暝翻点1点发生瑞士规模3.2的地震，地震深度5公里，震央伫咧台北市市政府北平14.9公里的所在，也就是台北市北投区。上界大震度是咧阳明山有3级，有一寡民众烦恼讲大屯火山群敢会爆发，咱做过来听气象局详细的说明。今天早上凌晨1点钟，在台北北投区发生一个规模3.2的地震。那这个地震的震源深度很浅，只有5公里。那它最大的震度当然是在阳明山。那因为它规模很小，所以影响的范围不大，大概就在阳明山周边地区有震度，而且周边的震度大家都1级。如果不敏感的人，其实他并不太容易感觉得到。那这个地震呢，它的成因在这里发生地震的成因，其实只有2个成因，一个是大屯火山的活动，另外一个是三角断层的活动，大概就这2个原因。那依我们目前对这个地震的判断呢，应该是这2者之间都有一点关联，但是主要的应该还是大屯火山的活动所造成。那大屯火山活动所造成呢，它其实对于火山活动所发生的引发的地震，并不是只有岩浆这个部分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可以造成地震。那这一次，因为它的震源地震发生的震源相当的浅，我们的判断应该是这样子，判断它是在这个大屯火山区的含水层，它有滚热的含水层，它可能因为某一个小的破裂，灌入到周边比较冷却的岩体中，造成这个岩体的崩裂。那这个崩裂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断层面解，它是一个崩裂的状态，所以有可能是造成是岩体的崩裂。那这个岩体崩裂所形成的地震，原因大概是这样。那这个崩裂的岩体呢，可能相当接近这个三角断层，那也有可能是三角断层本身就崩裂，也有可能，因为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仔细的去做深入的研究，所以还不能够确定。所以这个地震应该是主要是跟火山活动有关，那次要的原因可能不排除跟三角断层有一些关联存在。